大家好，我係 Eunice。上期中連贏紅豆更中第9場18萬4重彩，今次提供第5場1號天時明區，同程1650米泥地4冠，上仗剛奪冠，評分52，狀態巔峰，135磅負擔穩，主場幾乎無敵。2號飛騰，同程2冠2亞。負磅129磅輕取，見習騎師減5磅，曾跑獲季軍，恢復後衝勁足。14號觀萬物，5歲馬上仗第4，檔位3出閘順，年輕潛力大，輕磅減壓。9號超眼光，同程1冠1亞，上仗緊負天時明區半馬位。5歲馬衝勁勝，120磅輕負，衝刺力強。4號堅有利，同程2冠1亞，7歲馬經驗豐，133磅負擔可控，曾跑冠軍，狀態回勇有競爭力。記得睇紅豆啊！